要来到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主啊，伫阮内面有真济。主啊，阮看到上帝你所带来美好的恩典。伫昨阮看到伫社区的圣诞的联欢会，主啊，有济遮社区的百姓伫当中同齐来组织，同齐伫当中要来庆祝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为咱来生，为咱来死，这款的救恩，这款的恩典要显明伫阮当中。主啊，阮就来到你面前，阮要呼求你，求你亲自照着你的心意来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恩典当中。主啊，阮是一个伫当中，我立定心志要来传福音的教会，立定心志要来服侍你的教会，立定心志要加做社区的灯台，互真济兄弟姊妹、真济社区的百姓会当伫阮当中来经历上帝你美好的疼痛。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搁一摆要来仰望你。伫圣诞节，搁有真济伫阮当中，主啊搁有真济的活动，搁有真济要来福音的行动。主啊，这拢是阮的期待，这拢是阮期待。上帝你借着阮伫当中所有的节目，上帝你借着阮伫当中一切的遮所准备的，主啊，拢会当伫当中来带来上帝你美好的疼痛甲恩典。主啊，阮特别要来仰望你，特别要来恳求你，恳求你借着上帝你的心意，借着上帝你的恩赐带领，互阮的心同齐经历上帝你美好的疼痛。感谢你，阿门路亚。疼痛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看顾因带阮，因为你的疼痛扶持阮。互阮无论踮伫什么款的状况，阮的心内面拢有同款的恩典，同款的愿望。阮知影上帝，你甲阮同在。主啊，就亲像你借着圣经应允讲，你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你是甲阮同在的上帝，你是甲阮伫的上帝。主啊，无论阮伫什么款的状况，阮拢仰望你。愿你嘛亲自照着你的应允，照着你的心意，甲阮同在，甲阮的教会同在，甲这个世代同在，互这个世代的百姓嘛伫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当中，同齐来经历全能的上帝，甲阮同在这个美好的恩典。主啊，求你亲自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伫圣诞节逐项活动、逐项福音的行动当中，会当经历上帝你奇妙的恩赐，互你的荣光，互你的名，就伫阮当中受高举，伫台南市受高举，互阮同齐伫当中看见上帝你荣光显明伫阮当中。阮感谢你，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请江辉兄来报告。这平安，天气有渐渐的冷，但这个心永远的火热，来到上帝院所来敬拜俄罗斯。消息报告：今仔日廖牧师前往高雄信教会正道，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得力出入平安大道。第二，12月19要拜五暗时8点举办快乐特会，敬邀兄弟一同参加。透过一同敬拜、反思甲祈祷，将咱的活命更新对齐伫上帝面前，互心中的热情再次来点起，火热为上帝来活。第三，12月日要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敬请兄弟一同有备心共守圣餐，并为报名受洗者祈祷。已经报名者有杨俊贤、李建立、吴区德、吴秀玉。第四，12月30日要拜三暗时9点半到12点10分举行年度跨年祈祷会，
敬邀兄弟一同参加，当来数算上帝赐予咱规年的恩典，并一同仰望上帝所赐恩典带来未来新的一年。第5，2026年1月7日拜六上午9点半，举办主日崇拜同时服侍同工训练，敬请所有正的伫参加事工的同工，甲以及未来有意参加服侍同工来参加，请填报名单报名，到12月2日截止。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下面的时间，咱交敬拜团。这大家平安。拄则咱的聚会充满了信心甲宣告，伫咧难冷的当中、寒冷的当中，咱的心一样火热。嘛，伫线上的兄弟姊妹，甲阮伫上帝殿中做伙敬拜，拢充满了欢喜。上帝话安尼讲，知影愿你欢呼，迄个百姓是有福的，知道向你欢呼，那民是有福的。Amen。咱爱甲边人找一个，你边仔下面要做唱歌的人，甲伊找一个，讲咱爱祝祷你无？你就会当生命更新哦。唱歌就是一个敬拜，就是一个祈祷，只是用诗歌来祈祷。Amen。主光感谢乐你，主光感谢。来吟，我啦啦啦啦哩，主我感谢了你，你我能听到人民呼喊，我最想了精彩，请会众起立。感谢上帝的听堂，互我犹原有遮即个节节快乐伫当中，透过诗歌敬拜、赞美操来上赞阿乐你，因为阮知影你的名为大，是配得上赞阿乐的主。阮将一切荣耀、上赞阿乐拢归予你，感谢阿乐主，阿免。主光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堂，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时时甲阮同在。互阮知影你是耶和华以勒上帝，凡事拢有你的陪伴。主啊，互阮伫这个12月福音圣诞的这个节期。主啊，阮明白所有一切这个工拢是上帝你为阮来陪伴。感谢你赏赐圣灵合一的心，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伫这个期间，阮同心合一来做上帝的工，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互侪人看到这个光，就入到教会来。主，阮要宣告，主教会绝对一个祈祷的教会，听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互教会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互暗中的百姓看到这个光的时，因就去应用来到你的面前，会当得到这个救恩。主，阮愿意听出上帝你的器具，主啊，一生来服侍你，奉献伫你的面前。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阮感
谢了你，主我感谢了你，你稳定听候，怜悯无限，我这谢了称赞。感谢上帝的恩典，赏赐予阮活命的气息。主啊，阮会当伫圣殿当中，阮来唱歌来阿乐颂扬主你至高的名。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感动咱兄弟姊妹，做一家来一同来殷勤做工，传扬主你的福音，荣耀主你的名。阿门。主，我感谢了你，主，我感谢了你，你稳定听候，怜悯无限，我这谢了称赞。阿门。第声来吟，主我感谢了你，主我感谢了你，你稳定听候，怜悯无限，我这谢了称赞，主我感谢。我一摆来，主我感谢了你，主我感谢了你，你稳定听候，怜悯无限，我这谢了，我这谢，我这谢了称赞。上帝，多谢你又让阮做献上感谢祭。你讲若是会当有感恩的心的人，迄人是何安尼样有幸福的。的确，阮有得到一个足有福气的较久，有福的确据，是伫耶稣内面得到的。完全生活。
来祈祷，献上感谢的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阿乐你，哦，主啊，你，为阮世间人的罪，受死你世界顶，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你的宝血滋养，哦，互我直到如今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阿乐你，来敬拜你，哦，主啊，会当加做上帝你传福音的器具，主啊，得到这个大大的福气。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阿乐你，来感谢上帝。哦，主，我们宣喊圣灵的引带和带领。主啊，天道已经摇福气，要显明的你的儿女的心上，上帝，我们完全献给主，主你来使用我，你来引带来带领我，哈利路亚。主啊，要献给你，完全献给主，万事万灵，荣耀的响亮，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变心变好，无助的祈祷，高处在你，在心和心系，是我是我，不让我丢主，你会保守，在心和心系，是我是我，让我丢主，你会保守，在心和心系，是我是我。让我救主，你没把手，在心和心系，是我是我。让我救主，你没把手，在心和心系，是我是我。阮的心要向你拍开，我们来准备心，迎接你当日的浇灌，这时刻的浇灌。随便阮，阮有一个奉献的心志，无看阮的无，乃是看阮的有，我就把迄个完全来献，全部来献。主耶和华，我爱奉献，我爱你心。我
耶和华，我的奉献，我的一生，这里采用。随便我，为了荣耀，我的心情就是坚定。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我愿奉献，最一切有，必领领我，心心之乱了，困叫叫主，是阮所好，亲爱主，让我勇敢勇敢，环保你，亲爱主，帮助我为了鼓励尊名，你我的心，你我拢爱听，阮的好，我高亲爱主，让我勇敢勇敢，环保你，亲爱主，帮助我为了鼓励尊名，你我的心，明明地，我拢爱听，阮的好，我高扬，无算那是稳定。阮的好，我高扬，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赐予阮的稳定真正够野。无论阮踮伫什么款的状况，无论伫阮活命当中经历什么款的艰难困苦，伫阮的心内面，我拢感受到，因为你甲阮同在，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稳定充满伫阮的内面，阮的心就有平安，阮的心。在伫主你的看顾引带当中，阮得到活命当中真实的平安。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讲，亲像这首诗歌，真做阮的祈祷，真做阮的呼求。阮要讲，主啊，求你得来使用阮，求你得来引带阮，互阮的活命真做分享你稳定的器具，互阮的活命会当来传播上帝你的福音。互阮的活命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荣光，你荣耀的名显明伫阮当中。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因为你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愿阮的一生对你来行，愿阮的一生为你来活。愿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同心来上读主耶稣教是咱的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
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现在请坐。继续，咱要来读课英文，交读课我讲合和，说回来用兄弟姊妹来用。我是真葡萄树。今仔小我无结果子的枝，我就甲伊剪去。现在恁就因为我讲互恁的道已经清去了，恁若常常住伫我的内面，树枝若无常伫葡萄树顶，家己就袂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因为离了我，恁就袂会做什么。人若无常伫我的内面，就亲像树枝等伫外面孤单。恁若常常伫我的内面，我的话也常伫恁的内面。恁若做结果子，我的爸就安尼来得荣耀，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门。没时间，请稍微传道正道。请咱同齐来献开，咱今仔日周报，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献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现着，请咱着同齐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迄生落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位？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特别来拜伊。希律王听见了，就心内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拢不安。伊就调查了祭司长甲民间的文士，问因讲：基督着生伫什么所在？因回答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讲：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诸城中并毋是上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对恁遐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调了博士来，细问迄个星是啥物时阵出现的，就找因往伯利恒去，讲：恁去斟酌敲找迄个细汉囡仔，找着啊，就来报信，我也通好去拜伊。因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伫东方所看见的迄粒星，忽然伫因头前行。伫行到细汉囡仔的所在，就伫顶头停住了。因看见迄粒星，就大大欢喜。进入了房，看见细汉囡仔甲伊的母亲玛利亚，就趴落伫迄个细汉囡仔，拍开伊的宝盒，摕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来献互伊。博士也因为伫梦中受主指示，毋通转去见希律，就对别个路转去本地去了。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你真正照着你奇妙的心意。你的疼痛显明伫阮当中，虽然
是一个细汉囡仔的出世，但是阮伫当中，阮所看到的，是一位君王的降生。虽然是一个细汉囡仔的出世，但是伫阮活命当中所经历的，是属天的平安。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甲阮同在，因为你引带阮、带领阮，互阮的活命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拯救，互阮的活命会当离开过去的黑暗，互阮的活命会当进入到伫光明的国度当中。主啊，这拢是因为你伫早前你所备办救阮的计划，所以阮就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求你亲自来引带、来带领，互阮的心拍开，互你的话语显明伫阮的心内，互阮的心就来超找你，就来顺服上帝你的旨意，就来对上帝你的话语来行。愿你祝福，互你的话语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其实对咱来讲已经真熟悉。可能咱也是伫教会当中已经有长时间伫当中来聚会听圣经的话语，咱应该拢知影，咱每一年到伫12月份的时阵，咱拢要过圣诞节。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为着要庆祝，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所以咱伫当中，咱就要来举办逐项的活动，咱就要伫当中来举行这逐项的圣诞的暗会、后面的行动，为着就是要来传扬福音，为着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无毋对，伫咱活命当中，其实有真济，咱因为咱信耶稣，咱的活命得到真实的平安。今仔日，咱要对这段经文当中，咱做伙来思考。伫这段咱可能已经真实的经文当中，咱要定心来思考，上帝的疼、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是怎样来引带咱。伫讲道一开始，我要先甲各位来分享一个，这是最近我伫这个网络顶面看到的新闻啊。我毋知这个新闻是真诶假啦，就是讲安那，讲吼有一个阿伯啦，伊就骑奥多摆啦，骑吼就拄着迄个警察吼伫当中咧临检啦，伊就拄着，伊就停落来，警察临检就讲啥？讲迄个行照。伊就讲行照，伊个阿伯伊就听行照，伊就徛咧就走啊啦，为什么呢？因为安那，因为警察讲行照啦，伊听叫行照啦，所以伊就徛咧就走啊。警察就马上就甲伊抓落来，讲你为什么行照啊？你为什么走遐紧啊？就讲你毋是叫我行照吗？所以我就行照啊。其实呢，伫咱活命当中，伫咱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拄到真济无共款，咱所看到、咱所听到的，可能甲咱所想的无共款，可能甲咱所想的无共款。这可能这是台湾人吼，拢就爱即个谐音梗啦，谐音梗嘿。但是呢，伫咱活命当中，咱爱思考，有啥物代志，可能咱原本所想的，其实跟实际上上帝所要甲咱讲的，其实可能无共款。伫今年的过偌济时阵，有一出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咧，这出是一个动画卡通的这个电影，叫做《万王的王》，万王之王。这个电影呢，是咧讲到耶稣的故事。这个过偌济时阵，有这出电影的时阵呢，有真济人在伫当中来看。虽然这是可能是互这个儿童、互囡仔咧看的，但是大人嘛会伫当中看到上帝，看到耶稣是怎样来为咱来出世，为咱来死。但是呢，伫这个电影当中，咱就特别看到一个形象。什么形象呢？电影当中有一个细汉囡仔，伊一直以来呢，伊拢心内面有一个梦想，就是讲安那，讲伊
想讲伊家己做一个王啦，就亲像迄个古早欧洲的即个故事当中有一个真有名的王叫做亚瑟王嘛。即个亚瑟王 King Arthur， 伊就伫当中呢，伊就想讲哦，伊幻想讲吼，伊家己是亚瑟王，啊，就伊身边吼，就有一群迄个圆桌武士伫当中来军队伊。伊心内面所想的即个君王的形象，就是安尼。君王的形象，就是伊手中就摕一支正宝剑。啊！就拿举起来呢，就万人拢来军队伊，万人拢来响应，拢来讲哦，你是我的王。伊心内面所想的即个王，即个君王的形象是安尼。但是当伊听到因的父亲来对伊讲出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阵，伊的父亲对伊讲：耶稣基督，伊毋是干那是一位君王尔，伊是万王的王。伊是君王当中的君王，伊是万王的王，但是这位君王呢，甲你所想的无共款。这位君王，伊手中无有摕到虾米款的武器，无摕到虾米款的宝剑，也是虾米款顶顶的武器。但是呢，伊伫当中，这个君王来到伫这个世间，伊所做的代志，是为着要服侍人，是为着要帮助人，甚至是。伊为着世间人的罪，为咱来死。这是圣经当中甲咱讲的，一个跟咱平常时咱可能所想的君王的形象是无共款的。咱所想的，拢是一个真英勇威武的一个领导者，会讲引带咱的国家会当来得胜，会当来打败咱周围的仇敌。但是其实耶稣基督。第一摆来到伫世间的时阵，伊毋是安尼咧做，因为伊要赢过，毋是干那赢过即个世间的国，伊要赢过是要赢过迄个仇敌、迄个黑暗的权势、迄个魔鬼的国。所以伊来到伫世间，实际上的万王的王耶稣，伊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仆人，伊伫当中。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伊所予咱的形象其实是安尼。所以，咱爱伫当中来思考一件代志：咱所想的耶稣，咱所相信的耶稣，敢一定是咱所想的迄款，还是咱会当真正来相信圣经所讲的迄款？咱毋是想讲耶稣会为我做这做迄。耶稣会帮助我去刷开我活命当中所有的困难，无一定是安尼。但是耶稣基督伊做的代志，是真正帮助拯救每一个世间人，伫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互咱的活命，互咱的活命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进入到伫光明的国当中。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嘛是安尼，咱来想一件代志，咱若是想到耶稣降生迄款的画面，咱的头脑内底会有啥物款的画面？耶稣降生会有啥物款的画面？咱可能拢想的吼，拢是咱平常时可能伫网络顶面，伫即个册当中，还是伫教会即个报纸当中。咱所看到的，可能吼，拢亲像安尼对无？哦，咱着诗歌拢来唱即个平安暝嘛，平安夜嘛，就讲哦，耶稣降生吼，就是伫一个真平安的暗暝，哦，周围吼拢真平静安详，拢无啥物代志发生。但是实际上是安尼嘛？若是咱对咱读啊，咱所读的圣经当中，咱会当看到，其实即个。耶稣出世的时阵，其实伫即个世间真无平安。马太福音所描述的一个状况当中，是咧讲到希律王，伊听到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出世，伊心内面就不安。但是毋是干那伊心内面不安尔哦，圣经当中讲安那，规耶路撒冷的人、合城的人拢不安。为什么？因为因拢咧惊。因拢有心内面有即个惊吓，讲啊好，
即个希律王，伊听到即句话吼，伊毋知会安那。听到即句话吼，伊毋知会做啥物款的代志。马太福音所描述的一个情景，是一个不安的情景。甚至是咱若继续来读马太福音第2章后壁段呢，这个经文，咱会看到希律王是怎样要命令要来杀死所有伫伯利恒2岁以下的这个囡仔，因为伊心内面有真大的不安。今仔日咱就要照着圣经当中，伫这段经文当中，咱所讲的，咱来思考，咱要怎样伫当中来经历、来看见耶稣基督，伊是怎样伫咱当中成做一个君王？伊是怎样伫咱当中伫即个世间成做一个君王？咱嘛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回应、来迎接耶稣基督降生？首先，咱就来看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我就真紧吼，我用即个图片来描述，就是伫东方有几个朴素。其实吼，咱平常时吼咧听到即个东方的朴素吼，咱头壳内底吼所想的都是啊，拢是三个对无？咱通常拢讲吼，东方的朴素就是三个，但是其实无一定三个啦，是因为伊显的礼物是三个，所以咱就想讲一人摕一个，安尼就三个。但是其实无一定是安尼，是圣经当中甲咱讲，东方的朴素有几个，无一定是三个，可能搁较济。为什么可能搁较济呢？因为因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是互规城的人拢知影讲，规个耶路撒冷的人拢知影讲，哦，有这个朴素来找希律王，互希律王感觉心内面不安。所以其实可能有真济个，可能伊是一个外交使团呐，就是别个国家即个外交使团吼，就来到伫即个国家。所以伫当中，咱着看，因为安那，因为因伫东方看到即粒星，所以呢，伊着看见，伊着知影，伊着讲哦，即粒星吼，就是代表有一个新的王要出世。伊着来到伫耶路撒冷，讲我要来拜即个王，我要来拜即个王。伫研究圣经的人，伫当中有真侪讨论，有人讲，可是东方可能是即个波斯，也是讲是阿拉伯，也是伫啥物款的所在，就是伫当中咱所讲的，这个朴素吼，其实这个朴素吼，毋是咱今仔日所讲的朴素啦。咱今仔日所讲的朴素吼，是安那是讲迄个 PhD 迄款的朴素，爱读册读了真好，读到真悬的迄款的朴素。但是迄个时阵的朴素是讲安那，正确的翻译是讲做智慧人、智慧人，就是讲因是做有智慧的人。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伊可能伫这个国家呢，因的角色就是安那，可能就是讲伊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是啥物？就是因古早就是用占星术啦，就是占星家，伊就是看到天顶的星，伊就讲哦，未来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即款的天文学家、占星家，所以因就来到伫耶路撒冷，伊要来找希律王。因为啥物来到伫耶路撒冷？因为因毋知影旧约的预言讲，即个基督要出世伫伯利恒。因来，伊就想讲安那，想讲哦，一个君王要降生，就一定安那，一定是伫王宫内底嘛。啊，即个国家的王宫就伫耶路撒冷嘛，所以我就来到伫耶路撒冷。所以因就来到伫耶路撒冷，伊就来找希律王。但是即个希律王呢，伊听见了，伊心内面就不安。经文甲咱讲，耶路撒冷规城的人拢不安，伫因的心内面。拢有真济感觉讲，即个细汉囡仔的出世，对咱来讲可能毋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咱今仔日拢咧传耶稣基督福音，咱讲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迄个时阵的人来讲，可能毋是安尼。因心内面有真济的不安。后来呢，即个希律王伊就调了所有的遮个
伫王宫当中的这个祭司甲文士，伊就伫当中，伊就问因讲，伫圣经当中记着讲，即个基督要出世伫啥物所在呢？即个祭司甲文士，伊就伫当中回应讲，伫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讲，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诸城当中，并毋是上细，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对你遐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先知当中、先知书当中所讲的这个预言。即个祭司甲文士，伊就伫当中讲出来。所以，即个时阵，希律王伊就知影，好对，也即个基督，即个犹太人的王要生伫伯利恒啊，伊就来找安那，伊就来找这个这个东方的博士，伊就讲安那，伊就先问因讲，恁看见迄条星，恁看见天顶迄条引带恁来迄条星。伊是伫啥物时阵出现的？为虾米要问这个？为虾米要问甲遮详细？因为安那？因为后来咱就知，伊伫啥物时阵出现的？伊就咧推算讲，好，安尼我未来我要杀死几岁以下的囡仔。若是伊伫2当前，伊就开始看见即条星，伊就知影讲，安尼我要杀死的，就是安那2岁以下，因为可能迄个时阵就出世啊。所以，伊就问了，因就讲安那，伊就先假好意，伊讲，哦，恁就去真足去找迄个细汉囡仔，若是找着，就来甲我讲，啊，我通好去拜伊。但是伊真正要去拜伊吗？毋是，伫伊心内面其实有真侪的不安，伊想要甲即个细汉囡仔除掉。所以呢，即个东方的博士，伊就真正，伊就照着迄个王的吩咐，因就去找，因就照着迄条星，伊就真正去找着耶稣。伊就去找着耶稣了后，伊就拍伫耶稣的面前，拍开因的所带来的礼物，啊，讲安那，摕着遮的礼物，黄金、乳香甲不药，就做礼物，要来献互伊。这段经文咱拢真熟。伫这当中，因拜了耶稣基督了，因敢有转去找希律？无，因无转去找希律，因为安那？因为博士因为伫梦中受主指示，就无转去找希律，伊就对别个路转去到因本地了。这是伫这段经文当中，咱所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可能对咱来讲，咱每一年拢听一摆这款的故事。耶稣基督怎样降生？但是今仔日咱要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伊的目的是啥物？经文特别甲人讲，伊生落来，伊出世的时阵是互人称作是犹太人的王，是互人称作是犹太人的王。伊是带着一个君王的形象要来出世。伊是带着一个君王的形象，讲我出世伫即个世间，我是为着要来做王的，我是为着要来做王的。其实伫马太福音当中，咱会当看到，亲像头拄仔咱所讲的先知，即祭司甲文士因所讲的，伫先知书当中已经应允讲，有一位基督要降生。伫犹太地的伯利恒，经文当中甲人讲，因为先知记着讲，犹太地伯利恒啊，有一位君王要对你遐出来，有一位君王要对你遐出来。这应验弥迦书第5章第2节的弥赛亚会出世伫伯利恒这款的预言。耶稣基督降生，其实应验了真济伫旧约圣经当中的预言。马太福音特别描写有真济预言伫，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应验，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因就知影为什么因知影耶稣伊就是这位基督，伊就是这位弥赛亚，是因为伊的降生完全拢表现出旧约的预言当中所讲出来。
所以马太福音咱看到，咱拿来斟酌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甲第2章的经文。第1章甲第2章的经文伫当中就讲到真济伫旧约先知书当中所讲的预言。咱就来看，首先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就讲到安那，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这个家谱毋是安那，毋是一个平凡的家谱。这个家谱是马太甲咱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安尼讲？为着要讲安那，讲耶稣基督伊是安那，伊是咱即马讲叫做血统纯正啦。咱若去验即个 DNA 吼，伊绝对是安那，绝对是大卫的子孙呐。大卫是啥物人？大卫是犹太人的王。大卫是以色列人因伫因心内面上重要的迄位君王。伫以色列国当中，因所尊重的迄一位君王，甚至是伫圣经当中，互人称作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圣经当中甲人讲，耶稣基督伊出世的时阵，伊受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伊嘛应验了伫耶利米书第23章第50到第60节所讲的，耶和华要兴起伫大卫公义的后裔来掌王权，要来伫地上来掌王权。过来伫马太福音第1章22节到23节。这嘛是咱拢真熟的经文，记载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讲的话。伊讲要有童女怀孕来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人要称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这段话完全照着以赛亚书伫当中所讲的，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嘛是今年伫咱教会当中，咱的圣诞的暗会，咱的主题，咱讲到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这完全应验先知的预言，就是借着玛利亚，伊是一个还未嫁，伊是一个在世女，但是伊伫当中受到上帝感动，受到圣灵的感动。伊为上帝生出上帝的囝，伊为上帝生出上帝的囝。过来，马太福音第2章15节讲到，当迄个时阵，希律王要来杀死所有这囡仔的时阵，杀死所有必利行这2岁以下的囡仔的时阵，伊的父亲，伊伫圣上的父亲，这个耶稣伫圣上的父亲约瑟。伊就带因规家，就离开必利行，就逃命去到伫埃及。逃命去到伫埃及，后来等希律王伊离世了后，伊较搁带伊的规家拢转来。带因转来的时阵，就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讲的话，讲安那，我要对埃及调出我的囝来。这嘛应验了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的经文。所以咱会当看到圣经伫当中，特别马太福音，伊咧写福音书的时阵，伊特别用这款的方式来描述讲安那，描述讲这位耶稣，伊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所应允的迄位弥赛亚，伊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所应允的迄位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来拯救犹太人的迄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伊是应允的君王。耶稣基督，伊是应允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出世是上帝早就已经安排好的。耶稣基督的出世是上帝伫旧约的时阵，旧约是偌久以前啊？旧约是偌久以前，咱可能咱爱有这款的概念。这款的概念就是安那，就是伫旧约圣经当中，其实记载了真济咱所讲的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吼，这个当中所讲的，就是真济伫旧约当中所讲的预言，拢指着耶稣基督，
包括伊的出世，包括伊的身份，包括伊为咱来受苦、来受难，包括伊伫当中的使命。伊伫当中所讲的，无论是以赛亚书、弥迦书，以赛亚书吼，差不多伫安那，差不多伫耶稣出世进前吼，已经有600-700年的时阵。啊，后来呢，阁有其他到了上落尾，要出现耶稣预言耶稣基督出世的即个经文，就可能伫但以理书啊，个还是撒迦利亚书伫当中，拢讲到安那，拢是伫以色列人已经受掠的时阵，就差不多离耶稣基督出世啊，阁有偌久？啊，阁有差不多400几年的时间，差不多400几年的时间，这是犹太人受掠到伫外邦的所在的时阵，因的语言伫当中拢讲到一件代志，无论对700几年前到400几年前，一直拢有先知咧预言讲未来会有一个弥赛亚，未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但是安那，但是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哦，咱来思考到了400几年前以后。到伫耶稣出世的时阵，耶稣出世的时阵，差不多伫即个公元差不多前3年，嘿，伊毋是元年哦，伊是差不多前3年啊，前4年的时阵出世的。啊，是迄个时阵呢，甲即个先知书所讲的即个预言，啊，搁差400几年的时间。咱会当来想看觅，伫这400几年的时间。这犹太人是安怎过？最后一个预言出现伫耶稣出世以前400几年的时间，因着伫400几年的时间，因拢一直咧安怎，一直咧等待，一直咧等待讲，阮的弥赛亚什么时阵要出世？阮的弥赛亚什么时阵要来做阮的王啊？因心内面就一直咧。等待这件代志，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咱爱学会晓等待听候这个君王的降生，因为咱相信咱的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为什么咱爱学会晓听候这件代志？以色列人。伊等了400几年的时间，甚至是伊等了400几年的时间以后，因经历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其实伊也阁毋是因所想的迄款的君王，所以因到即马一还阁咧等待。各位亲爱兄弟，伫咱活命当中有啥物代志，咱一定望讲上帝为咱成就。咱一定望讲，上帝帮助我，上帝帮助我去完成这个代志。咱可能一直咧等待，但是兄弟姊妹，咱爱学会晓听候上帝的计划。咱爱学会晓听候上帝的时间，因为上帝照着伊的时间来完成伊的作为的时阵，是咱所想袂到的。但是咱相信，伊是掌管历史的上帝。咱相信，伊是掌管历史的上帝。如果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安尼，互上帝精准来安排，咱就会当来相信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允，无有一个应允会落空。你的活命也袂伫上帝手中行毋着路。伫即个看起来感觉真黑暗的时代当中，咱爱相信上帝有缘甲咱同在。咱爱相信上帝有缘甲咱同在。就亲像以色列人，因伫这400几年的时间，因一直咧等待。伫这400几年的时间，上帝完全拢无再对以色列人讲话，完全拢无先知记录上帝的话。上帝无对因讲话，就代表安那？代表因爱家己来超找上帝，因爱家己
来仰望上帝，因爱而会晓听候上帝的计划，因爱而会晓来听候上帝心意成就的时间。这是咱第一个，咱要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咱爱学习的代志。信靠伊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信靠伊是掌管历史的上帝。第二个部分，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咱若知影耶稣基督伊降生是为着要来做王，咱就爱来思考，什么人会惊耶稣来做王啊？咱对他拄仔的经文当中，咱会当看到，什么人惊耶稣做王？希律，希律伊足惊耶稣做王，所以当伊听到即个博士要来拜即位犹太人的王的时阵，希律就安那的经文甲咱讲哦，伊是安那暗暗的，就是伊毋是光明正大讲哦，伊就请遮个博士来，就问因遮个代志。伊是安那，伊是私底下，伊就来找遮个博士，伊来问因讲，即迄条星是伫什么时阵出现的？伫历史当中讲到即个希律，即个希律呢是大希律王，大希律王是。其实伫圣经当中，咱讲到有真侪希律，其实迄是无共款的希律王哦。咱爱知影，伫耶稣出世的迄个时阵，即位希律王是大希律，大希律就是安那，就是伫迄个时阵掌权的王。即个虽然因是伫罗马政府，但是罗马政府呢，就有安那伫当中有经文当中甲咱讲，伊封这块地，就是哦，即个国家、即个土地，到即个罗马的皇帝呢，就安那，就去分封希律来统治即个土地，就是伫古早咱所讲的叫做封建制度，就是伊伫当中，伊就即个土地就是互伊来管理，所以希律是伫当时伫犹太地迄个地王，但是呢，伊大希律呢，伊差不多伫安那，伊差不多伫。耶稣出世以后，无偌久，伊就过身啦。伫后来呢，个耶稣基督受审判的迄个时阵，做王的希律是伊的囝，叫做西律安提帕。后来《使徒行传》当中嘛，阁有其他的希律王，拢是伊的囝孙。所以伫当中，咱讲到即个大希律，伫历史当中讲到即个大希律呢，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记载，就是安那。伊心内面真惊讲别人会抢伊的王位，所以其实伫历史当中，伊做一寡的代志是安那，杀死伊的兄弟，杀死伊的阿叔。为什么？为就是安那，遮个人会来抢我的王位。所以当因爸爸要传王位给伊的时阵，其实是安那，伊先甲伊的竞争者吼，拢甲伊除掉，伊才会当得到即个王位。所以伫历史当中，咱会当看到，即个大希律，伊是一个真安那，用伊的即个暴力，用伊的权力来统治伊的国家，即款的君王。所以当伊听到耶稣基督出世是要做犹太人的王的时阵，伊心内面就真不安，伊的不安就显明伫伊的行动当中，伊就想要甲遮个人来杀死。所以伊问迄粒星，什么时阵出现的？为着是要安那？为着是要到了第2章16节的时阵，咱讲到安那？讲到当希律看到讲，哦，遮个博士吼无转去找伊，伊就感觉安那啊，我去互因骗去啊！伊就真生气，所以伊就差派人讲。我要将比利行城，佮伊四围的，遮个所有的查甫囡仔，照着因博士伊所真足咧问的遮个时阵，2岁以内拢甲伊杀死，2岁以内拢甲伊杀死。这是希律王，因为伊惊耶稣基督来做王，抢去伊的王位，所以伊就用遮个抢弹。要来杀死遮个囡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搁要伫当中来思考一件代志。伫
伫咱活命当中，咱敢有可能嘛会惊耶稣来做王？咱敢有可能嘛会惊耶稣来做王呢？咱拢会想，咱可能会想讲，我哪有可能会惊耶稣做王？我一定欢迎耶稣来做王。耶稣基督遮尔好，我哪有可能会惊耶稣啊？我一定欢迎耶稣踮伫我的心内，无毋对，咱一定欢迎。但是咱爱思考一件代志，咱知影耶稣做王代表什么意思无？伫咱活命当中，可能有真济咱想要家己会当做决定的代志，这就亲像希律王共款，伊要掌握伊的权力。但是安那，咱敢会惊讲，若是耶稣来做王啊？咱就必须要交出这个权柄，互耶稣来掌权。咱就需要交出这个权柄，互耶稣来掌权。咱无搁再是照着咱家己想要安那就安那。咱毋是敢若会当想讲，哦，因为我爱做这，所以我就来做这；我爱做迄，我就去做迄。毋是，只要我欢喜，啥物拢会当做。毋是安尼呢。若是耶稣做王，就是代表伫咱心内面，伫咱活命当中，咱一直掠条袂当放开迄个权力，是受到挑战的。咱习惯家己掌控的即个小小王国，会感觉不安，因为耶稣基督伊的出世，会去震动伫咱活命当中每一个亲像希律王共款的角落，可能伫咱内面。伫咱心内面，拢有即款的希律王的存在。咱会感觉讲，若是耶稣来做我的王，我就袂当做这，我就袂当做迄。我信耶稣有真济限制，我信耶稣真无自由。我信耶稣会感觉有真济代志我做，我袂当做。可能伫咱活命当中，咱就因为安尼。咱会惊耶稣来做王。我用一个故事来甲各位来分享，互耶稣做王是虾米款的样，是虾米款的样式。这个故事呢是我新学院的老师捌讲过的故事，我就用伊的故事来讲。我毋知这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这是伊所讲的。伊讲吼，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伊去到伫一个庄卡所在咧牧会，但是呢，因为伊真善，伊无啥物钱，所以呢，伊嘛无车无奥多摆，伊就干那会当安那，干那会当坐公车。伊就伫即个庄卡所在，伊要坐车来去探访的时阵，伊就去坐公车。坐公车的时阵呢，伊就去付钱吼，即个司机，我毋知影为虾米迄个因遐的公车吼是爱付钱，佫会当找钱的。伊就付钱吼，司机吼，司机就找伊规个即个零角啊，伊就摕着即个零角的时阵，伊就看到，司机吼加找我10箍啊，加找我10箍，所以伊就踮伫即个公车顶面的时阵，伊就一直咧想讲。即个10箍吼，我敢要还互即个司机啦。但是迄是伊互我的啊，这是伊互我。凡是吼，伊是安那，伊是甲我拍战的。凡是吼，伊是互我有优惠呢，所以伊互我会当加10箍，我会当食啥物物件呢？伊可能知影吼，我真善啊，所以我无啥物代志，我无啥物钱啊，所以伊加找我10箍。伊开始在咧想即款的代志。但是等到伊要落车的时阵，伊安那，伊的理智吼战胜他的情欲啊，所以伊个想讲好，伊嘛是甲这10箍吼，就行转去互即个司机，伊就行转好讲哦，司机啊，你头拄仔加找我10箍，所以我要将这10箍还互你。即个司机听到，伊心内面就真感动。即个司机就对伊讲安那，对伊讲好。你就是迄个新来的传道吼，来，即个世间吼已经真少遮尔诚实、遮尔正直的少年人啊！
来，你甲你的名片互我，我后礼拜我就要去你的教会来聚会。哦，即个少年的传道，伊听到，后来当到即个公车开走的时阵，伊就抱着即个电火条啊，伊就咧哭。伊咧哭的时阵，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安那？伊讲主啊，赦免我差一点仔吼，就为着10块银，我就出卖了你啊！我差一点仔，我就为着这10块，我就出卖了你啊！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思考一件代志，伫咱活命当中，互耶稣做王，是虾米款的样式？互耶稣做王，代表讲，咱毋是照着咱家己想要安那就安那，咱毋是因为我感觉做即款代志对我来讲有利益有好处，我就要安尼做。咱爱先思考，耶稣敢喜悦我安尼做？耶稣敢要互我安尼做？也是其实讲耶稣的心意是我爱去做别项代志，是无共款的选择。耶稣爱我做的是无共款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兄弟，耶稣要做王，是要震动这个圣上的国。但是这个震动呢，这个目的不是要迫害，这个目的是为了要顶起，为了要让这个袂当震动的这个国，会当伫咱活命当中，伫咱心中来建立。所以伫咱活命当中，咱爱知影，让耶稣做王，毋是为着要限制咱的自由，乃是要让耶稣来保守咱的心，无受到魔鬼的攻击甲引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是对齐伫上帝的心意当中。互咱虽然是踮伫一个混乱的世代，但是咱犹原会当经历耶稣，我靠耶稣经历活命当中真实的平安。互咱经历伫活命当中真实的平安，这是咱第二个咱要来学习的代志。仰望这位君王耶稣，伫混乱的世代当中经历上帝所赐真实的平安。第三个部分，咱要做伙来思考。咱来看，伫圣经当中讲到，当希律王伊调了所有的祭司甲文士来到伫伊面前，因为什么要调因来到伊面前？为的是要问讲，这个基督要出世伫什么所在？希律王真在意讲，这个基督要出世伫什么所在？但是呢，这祭司甲文士，伊就马上就回答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我知影有先知记着安尼讲。兄弟姊妹，咱敢有看到这个反差？什么款的反差？这个人祭司长甲文士，因是什么人？因是一个宗教领袖，伊是伫因的宗教当中，伫犹太教当中，伊是宗教领袖。但是安那？但是因明明知影耶稣基督出世伫什么所在？伊明明知影弥赛亚会出世伫伯利恒，但是安那？但是伊知影就知影，但是因无行动呢。因甚至是连希律王的行动都拢无呢。伊明明知影耶稣会出世伫伯利恒，弥赛亚会出世伫伯利恒，但是安那？但是因就知影尔。因无啥物行动，讲我要去找到这个囡仔，我要去找到这个君王，我要去找到，连希律王拢想要去找到这个君王，要甲伊杀死。但是连这祭司甲文士，因连去找拢无。因就是讲，我知影，但是迄甲我有啥物关系啊？我知影就知影，但是迄甲我有啥物关系啊？这是安那？这是宗教领袖。伫因活命当中，因对耶稣的出世是完全无回应，
是一个消极的回应，完全无回应。颠倒边另外一群人，就是东方的博士。当因找到耶稣的时阵，因大大欢喜，伊就入去看见这个细汉囡仔甲伊的母亲玛利亚，伊就趴落伫这个细汉囡仔的面前，伊就来安那敬拜伊，献礼物互伊。这就显出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行动。东方的博士，伊是真积极来敬拜这位耶稣，来敬拜这位君王。所以，咱就会当伫当中来看到这两种人的无共款。这个祭司长甲文士，因知影真理，但是因心内面完全无有啥物款的热情。完全无有啥物款的渴望，讲我想要搁较济来经历上帝，完全无。因真实在圣经，但是因心内面完全无有讲我要顺探上帝真理来行。因手中摕着经文，但是因心内面无有敬拜。咱讲这叫做宗教冷漠啊。因敢若头壳内底有真侪知识，但是因的知识呢，无法度去变做因的行动。颠倒是另外一种人，就是东方的博士。因毋是因为讲因知影，所以因来，但是因为因愿意相信，所以因来。因毋是因为因知影，所以因来拜耶稣，但是因为因相信这位君王。这位君王是犹太人的王，因就来拜伊。咱唔知影为什么这个外邦的博士，咱唔知影为什么这个外邦人会想要来拜犹太人的王，咱唔知影。圣经当中无甲咱讲因为什么要来，但是因可能来的方向无一定是正确的。因头先来的时阵，伊是要去找耶路撒冷。要去找王宫，可能因的方向无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上帝亲自来引带，上帝亲自照着迄粒星伫天顶引带因的道路，引带因的道路行正确的道路。这个东方的博士，因就亲像因是外邦人，因是还阁无信上帝的人，但是因为伫因心内面有这款的渴慕。上帝就愿意照着因所习惯的方式来引带因来认捌这位真正的上帝，这位真正的君王。所以，咱亲爱的兄弟姊妹，在咱活命当中，咱爱思考，在咱的活命，咱敢是愿意照着亲像东方的博士这款的方式？甘心顺服，献上咱的敬拜，为的是要欢迎这位君王降生，为的是要欢迎这位君王降生。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踮伫教会当中，我毋知影每一个人踮伫教会时间有偌久，有一寡人可能已經伫教會當中有幾十年的時間，有一寡人可能還閣無偌久，還閣3、5年的時間安尼爾。但是安那，咱可能伫過去，咱已經聽過真濟聖經的道理、聖經的故事。但是咱若親像這個祭司長甲文士同款，咱聽着聽過啊，咱知影，咱明白，咱了解，但是咱就知影安尼爾。但是咱無轉變做咱的行動，安尼咱的活命就真無彩。若是咱的頭殼內底，敢若底了真濟聖經的知識，但是無轉變做咱的行動，安尼咱的活命就真無彩。咱的活命愛用行動來回應咱的上帝，用行動來回應咱所吸收的這聖經的知識，通互咱的活命會當真正來活出君王耶穌掌權的樣式，活出君王耶穌掌權的樣式。
圣经当中甲咱讲，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讲，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政权要担伫伊的肩胛头顶，伊的名称作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爸、和平的君。和平的君，耶稣要称作是和平的君王。经文特别甲咱讲，伊是为咱来出世，伊是为咱来出世。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君王耶稣为咱来出世，君王耶稣为咱来出世，安尼，咱的活命敢是要？互耶稣来掌管的，咱的活命敢是要互耶稣来掌管的，互君王耶稣来掌管。这是上帝伫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互伊百姓的应允，是互今仔日所有的基督徒，咱会当守着这个君王的吊书，互教会无搁再是干那庆祝圣诞节。互咱阁会当活出君王耶稣掌权的样式，互教会无阁再是干那互人看到咱有真济真水的灯光，是会互人、互世界看见，伫世界当中真正的光、世上的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出世。是为咱来出世，愿咱的活命会当真正照着上帝心意，为耶稣基督来活，互耶稣基督成做咱活命的君王，互咱的活命会当行伫君王耶稣引带咱的道路当中，一生为伊来活，一生对伊来行。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照着你的心意，差派君王耶稣为阮来出世。主啊，虽然伫阮活命当中有真济代志，阮感觉讲，这是我的代志，我想要家己掌权，这是我的代志，我想要家己做决定。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来引带，来带领阮，互阮知影，阮的活命毋是干那为着阮家己来活。当阮接受耶稣基督做阮活命的救主的时阵，阮的一生都是为主来活，是耶稣基督伫阮的内面来活的。主啊，求你，你着亲自来帮助阮。互阮的活命会当真正活出耶稣基督掌权的样式，互阮的活命会当互世间人看见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做王啊！耶稣基督做王啊！阮的活命要来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要伫这个世间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阮感谢你。引带带领阮每一天的道路，互阮一生一世踮伫主你的真理话语内面，对你来行，为你来活。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主伫咱活命当中引带咱。今仔日伫咱当中，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无。好，请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君王耶稣为咱来出世，君王耶稣为咱来出世。好，等于大家平安。那欢迎那个真君的姐姐嘛，哈，刘真君姐姐从那个新竹下来，好，欢迎你。特别欢迎真君姐的姐姐。还有前面的这2位哈，来过哈。OK， 好，戴口罩没看清楚，好，谢谢。OK， 好。
好，这时咱着要伫主的面前，同心有比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耶稣基督、对上帝疼痛的一个回应。咱嘛会当学习，亲像伫东方的博士，因愿意借着贵重的礼物，带到伫耶稣的面前，献上，为着是要来高举、来荣光上帝的名，为着是要来献互耶稣，互耶稣伫当中使用这的金钱，使用这的礼物，会当来做美好的工。愿咱的活命嘛，亲像东方的博士共款，用阮的一生，用阮所会当献上的来荣光上帝的名。这个时阵，咱就要同心，咱要用诗歌同齐来敬拜，同齐来奉献。请咱同齐起立，咱先手唱一摆，伫这个诗歌当中，咱先唱一摆来敬拜，刷落来咱就来奉献。耶和华，我要奉献我的一生，做你采用。虽然我虽然无够赢，我的心志却是坚定。主耶和华，我愿奉献我的生命，做你采用。虽然我身心真软弱，恳求求主是阮属乎，亲爱主赞我，勇敢向前，传播福音，亲爱主帮赞我，我要高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秘密里我拢爱听，稳定予我到夜。咱就当心来奉献。耶和华，我要奉献我的一生，做你采用。虽然我困难无够赢，我的心志却是坚定。主耶和华，我愿奉献我的生命，做你采用。虽然我身心真软弱，恳求求主是阮属乎，亲爱主赞我，勇敢向前，传播福音，亲爱主帮赞我，我要高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秘密里我拢爱听，稳定予我到夜。无稳定予我到夜，稳定予我到夜。无线。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这位掌管历史、信息无改变的上帝，亲自引带你
行过活命当中每一个关山地谷，互你信靠伊，伫你的心中就满有平安甲愿望。愿主耶稣基督这位和平的君王，也伫你心中来做王，互你伫混乱的世界当中，仰望主的引带，行伫公义正直的道路顶面。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照明你心中的目睭，互你明白圣经的真理，佮引带你活出合乎真理的生活，献上活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甲你三个同在，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